喺城市某個角落，受賭博問題困擾嘅人士可能唔容易被察覺，但重生嘅希望從來都唔缺席。自2003年10月15日起，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平和基金資助下，明愛展情中心正式成立，為受賭博問題困擾嘅人士同埋佢屋企人提供專業支援，協助重建健康人生，重拾希望。預防同公眾教育往往比治療更為關鍵。多年嚟，透過舉辦講座、社區活動同埋媒體宣傳，提升大眾對賭博失調嘅認識。喺平和基金支持下，中心推動多元計劃，包括歌曲創作、原創話劇、不賭大使等，令健康生活不迷賭唔只係一句口號，而係每個人都可以實踐嘅生活選擇。我哋深信，服務發展有賴業界交流同合作，透過港澳交流拓展視野，互相啟發。20週年係重要嘅里程碑，中心舉辦研討會，凝聚智慧，為服務注入新動力。專業係中心一直以嚟堅守嘅價值。我哋採用國際共識 DSM-5 導向輔導工作，聚焦賭博成癮同相關嘅問題。多年嚟，中心前線團隊同學者攜手優化賭博輔導模式，建立以精量為本嘅6C model，並結合家庭系統綜合介入模式，由家庭角度拆解賭、借、還嘅惡性循環，協助個案減低賭博衝動，並以實證方式評估輔導成效。喺戒賭服務入面，我哋明白唔係所有賭博類別衍生出嚟嘅行為都係一樣。結合臨床經驗同研究，進行專業賭博分類，令公眾了解賭博風險並能有所適從，係社區教育嘅重要元素。賭博問題往往伴隨負面標籤，令受困者沉默，錯失求助時機。我哋深信，改變由移走標籤開始，透過宣傳同故事分享，令大眾明白賭博失調係可以被理解同治療，鼓勵踏出第一步，令求助同成功個案持續增加。輔導唔只係一種服務，而係同行嘅關係，建立信任同友誼。當求助者可以重拾方向，就係最大嘅回饋。更加有過來人支持中心，例如贊助的士廣告，令更多受困人士睇到出路。喺中心，改變唔只係喺輔導室度發生，透過唔同活動重拾家庭節奏同支持，喺個別同埋家庭輔導入面重建溝通同關係，家庭支持同復和係邁向成功嘅重要元素。20多年嚟，中心多次搬遷，不斷優化服務，只係為可以更貼切支援有需要嘅人士。而家中心設有多間輔導室同活動空間，提供更舒適同更具私隱度嘅環境。安心嘅空間就係改變嘅起點。我哋嘅團隊由註冊社工同專業輔導員組成，擁有豐富臨床經驗，並持續培訓同個案分享，專注處理賭博失調同相關工作。團隊以同理心同尊重同行，陪伴求助人士重拾希望。展望未來，我哋會繼續提升電子化同線上支援，並加強同學界合作，優化戒賭輔導成效。但始終不變嘅係，同求助者同行，守護每一個重生嘅希望，俾自己同屋企人一個機會，展開新嘅生活，令晴天再重現。即刻致電1834-633，按2字，踏出改變第一步，俾我幫手。